聊起了未来，你总是停不下来，太热切期待，天真到不知悔改，长大的小孩只是头发一般白，所以你要走福远街哦。曾经炽热过的梦，已化成灰烬，像从来没错过。终于再没有什么能被夺走。现在才知道你是我能够。你要走健康路吗？还是？你刚那个银座街跟塔罗交流。连寿节，这边有人请假期，哦好，因为刚才讲的是大概的方向，哦好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那边。反正我就只走塔悠了，塔悠跟延寿交叉口，跟延寿交叉口，好，谢谢。不会，因为这个大概的方向，好，我知道。路应该也蛮熟的。可以啊。因为这边走到变塔悠，我觉得路真的很奇怪，都变塔悠了。所以我们要想说，就整个大概方向。哦，对啊。对啊，你只要走那个方向，我后来走路，我自己想办法走过去啊。谢谢啊。不会。应该有被客人搞过，然后那么仔细，我觉得啊，不会啦，还好啦。因为那么仔细，我是很少听到的。一般不会问他，这么仔细，你要怎么走？有，我知道。我停这台货车前面哦。170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对，小心哦。黑品哦，黑品老朋友都知道啊。对，今天真的是播了很多首了。会黑品，他还是会黑品，好不好？对。今天因为播了很多首版权歌曲，所以才会黑品。上一次我也忘记了。
你会看见。对啊，黑屏其实可以等它恢复啦，可是它恢复完了没有？对，再没多久，它就是黑屏警告你，然后你再播，它还是会很快就黑屏。对，之前都这样子嘛。与其这样子，我们不如就重开就好了。我们看黑屏是断在那个动力火车嘛，所以我刚刚重开的时候，我把动力火车的那个歌再重新播一遍，有吧？噔噔，这前奏应该一听就知道什么歌了。跃马江湖道，世界比天高。以为是温柔美长卷，以为是翩翩美少年。把长剑跨神雕，心系佳人路迢迢。梦风是什么？冰心玉洁有谁怜？哦，你说男主角名字哦。期待再相见，不再生世人相约，携手挥别红尘，生生世世直到永远。我歌主题曲是跟我没关系。跃马江湖道，世界比天高。以为是温柔挥手，手挥挥。他们也挥手，要举手。你好。期待再相见，不再生世人相约，携手挥别红尘。走后面哦。生生世世直到永远。
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你的天真，我想珍惜。看到你受委屈，我会伤心。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，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，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，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你的天真，我想珍惜，看到你受委屈，我会伤心。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，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什么原因？我竟然又会遇见你。我真的不愿意就这样陷入爱的陷阱。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，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踩着那梦里的足迹，找不着旧时的天地，挽着那梦里的时光，留不住旧时的回忆。多少年的漂泊，多少年的相思，多
多少年流浪的日子，哦，堆积，堆积，哦，堆积，堆积出这样一句，这样一句，庭院深深深几许，庭院深深深几许。踩着那梦里的足迹，找不着旧时的天地，挽着那梦里的时光，留不住旧时的回忆。多少年的漂泊，多少年的相思，多少年流浪的日子，哦，堆积，堆积，蓝色哦，堆积，堆积出这样一句，这个嘛，眼镜。这样一句，庭院深深深几许，庭院深深深几许。只有街头。堆积出这样一句，这样一句，庭院深深深几许，庭院深深深几许。6，看一下，300先给你，等一下哦。70，就是小孩子叫妈妈下来付钱。什么？怎么可能是本名呢？想就知道了。对，全世界是我歌的，对，两个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因为他比较少成立 YT 啊，所以 YT 频道，所以他比我资深。对，他也有一个 YT 频道，不一样。对，他订阅也比我多。
那澎湃的爱与恨，找不着根源，看不到尽头，只有那澎湃的爱与恨，缠绕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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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缠绕到天长地久。都没有人，是啊。缠绕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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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缠绕着。啊，这个好笑，这个好笑。我知道这个丫丫，我知道他有提到，我知道了。干嘛抱抱？抱抱是要上车是不是？怎样？不用是不是？哇，那个对。去忠孝东路。你们到哪边？忠孝东路4段。哎，中央4段。那个。哎，收。你看哪边？兄弟饭店那边。兄弟饭店是南京哦。对。哦，南京东路兄弟饭店好。没事，不会吐哈。哦，这边好。你要很多啊，不要吐。你要塑料袋吗？嗯。
几番起伏中不平，到如今风尘烟雨，情也成空，宛如回首袖的风，悠悠一缕线，飘在深深旧梦中，繁花落尽，一生憔悴在风里。回头是无情也无语，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。然后那时候他是南京还是中央？南京复兴，南京复兴，南京复兴。而且请问你要到哪边？我这样我不知道走哪边的。所以是，因为他第一个说松居饭店，松居饭店是南京复兴，对，南京复兴哦，好，对，好好。过去。桂花香满飘。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。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。人间有我残归心。南京复兴蛮好。漫漫长路，起伏不能有我。人海漂泊，尝尽人情淡薄。热情的心，太帅了，干嘛叫？冷漠，人多少深情独向寂寞。桂花香满漂泊，一程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只有桂花香满漂泊。
你拍拍我的背脑后。两多。你又不会，你有没有喜欢这个？哎呦，你没有喜欢人家，你喜欢这个？我喜欢的很丑的，然后喜欢的，那个长得很奇怪的。有你，这是我老公，不是一个人的老公。老公，都喜欢别人，你又这样欺负我。那再去回个干。让我来了，我去背。要吗？那么痛，你看一下人家那么痛。那我现在去回干。我从来无因为你是一个老公的武器，你就是我的发达。我支持。我感觉这是我一世人最感动的事。谁不爱我？那我回家睡觉。小老虎，别找我。我回家之后，你要告诉我。回家之后你要告诉我。我知道。我这边好干。买一买。老公可以听一个吗？那个，他说要去的地方吗？对啊，都这个。那是我跟你讲的地方。南京附近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你要到哪边？那走了。内湖3段6巷33号。你要在吗？啊？你要在吗？我等一下还有一点。那我们上这边好不好？那你要走啊？不是啊，你跟他一起啊。不是我，是你要走啊？因为我现在问你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大哥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你对啊。我是你找他付的。不是，是他坐车，他跟你一起上车，对啊。他坐车是他走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再问你说我要去哪里？好，没有，你现在要过去哪里？我刚不是告诉你，内湖3段60巷33号。可是我会继续算上去哦。这没问题啊。没问题，可以哈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我待会还有预约，我是怕来不及啦。对。还是说，没关系，你这边下车好不好？可以吗？疯子，全部都是疯子。呕吐物刚刚就丢掉了啦，怎么会有这种疯子啊？
我这一趟再载他，我又不是笑了。下车了啦，他下车了啦。不是好，早就下车了。真的是肖郎。刚刚第一个那女的卡来秋来，好不好？一直抓我的手，说哪里哪里哪里。好了，到了啊，对，到了嘛。女生下车嘛，男的不爽嘛，就说叫我去找女生付钱。啊，他都跑了啊，付什么？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就是女生跑掉了，对，男的不想帮女生付钱。算了啊，我就当这100多块不见了。对，然后这段影片我会剪下来。等我一下啊，来。小二，我退车前帮我电话3公尺好了。长安东路一段53巷，第5街哈。哎，他讲店名了，没有比较清楚啦。约一下子，当到口了，是不是？当够了，当够了。是当够，我觉得可以。这样，中校不退啊，没到中校不退，还有机会啊，还有机会啊，而且到中校也是很老，也够老了，最老，小孩都大了，全军最老。3公柱上面有吗？可以吧？没有哦。但是他们现在有，那你现在还是要给平均啊？对啊，我要嘛就是国防部其他单位或者是不是联谊吗？没有啊，军医局。我刚刚我要去的话，我要么去联谊，要么去其他地方。你第一专长什么？EA 啊，对嘛，我讲的是就是一样是联谊啊，对吧？我要么就回军人军处，要么就是联谊，然后或者其他单位人事班，少校人事班。那他们现在有想办法要把我们的上位人事官直接成少校人事。哦，那很好啊。但是就看局长。他局长 OK 的话，那就可以无痛升少校啊。但是跟那个边关官讲了，
人情人管，人怎么办？你可这样做，对啊，对，我很管一点点，但是我想，我有帮你，我能帮你什么？我能帮你。招募部的可以再管。对，还能给我有。因为我刚才人家讲了，我就思考，我是我会想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要思考。那个连队，如果你不在意，地方吗？对，这样我现在没错了啊，不在意地方的话，我真的还可以走上，我真的还可以，因为他们组长不要讲了啦，组长干得太少了，对，姓洪我都太少了，但是有时候决定权还是要做在上，因为少校领队官真的还是要在。把我这个处理好。管理者，你有条件过干，可以帮，对啊，所以我不管这个东西，对吧？你没过干嘛？我讲这个很空话，对吧？能不能帮得上忙一回事，能不能成功一回事，但最起码我讲的，我有那个心啊，我知道。我懂。你看李玉珍同学，对啊，我不是说他怎么样，暖呀，他不是那样啊。比较不善于。跟我一样比较喜欢。没有啦，跟那没关系，跟那没关系。你千万不要那样。太行。因为哈，历练不同领域，真的很吃力，真的很吃力。我讲暖，不是比伊的人暖，是伊的跳的角色是。比较那个啦，无法度啦，真正无法度。他真的比较跳。对啦，真正无法度啦。啊，无这个人 OK 啊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就是经历过的单位已经蛮跳动。如果他今天不小心跳到后勤，干你娘是怎么办？干死给你看。他本来就后勤。他本来就后勤的。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我知道，我懂。哦，你叫我现在跳去后勤的话，我也会死。你跳到通知电好了啦，干不然你会死掉。我也会死得很惨。对啊，他们干后勤是通航后勤。啊，讲啊什么鹤林区干你烂，干这个人是烂吗？不是，是看你我要抖了。包着布拉鱼和肉。你过去1年半了吧？超过了，2年了啦。这么快啊？如果离开新中吗？还是在三公处？我在三公处2年。啊，你刚才804收手啊？804收。现在就回程的话，我就是走过去办公室大概。啊呢，前5号了。没有，我连挂号都没挂号。是吧？之前啊，他们的那个主任都空缺的。哦。就是804是空缺，对吧？哎，我要跟你讲，我会找你。好。就是。
对啦，刚刚那一男一女的就是没付钱啦。男的叫我去找女的付，女的都跑掉了。男的说要载他到他家，他才要付钱。你们相信吗？他都不愿意帮女生付钱的。你们相信他会到他家会愿意付钱吗？我才不相信，对不对？我说到这边，对，男人就不付钱，男人故意的啊。对，说要载他回家，他才要付钱啊。那你们相信吗？对他都已经在这边不付钱了，你觉得他到他家会不会耍赖皮？我是懒得报警啊，说实在的，我报警我还要等警察来，要做笔录，有的没有的，我是浪费那个时间干什么？对，之前也被坐过几次霸王车啊，所以那报警起来真的是很浪费时间的。你看他如果吐我车上，我铁定报警，铁定的。第一点就是女生，好不好？女生一上车就卡来揪来，手一直往前摸，好不好？对，一直抓我的手，我不知道他抓什么意思的。然后把男生抓上车，哦，男的一直要跟他上，男的要跟他上车嘛。酒测是没问题啦，我酒测一定会过的，我没喝酒。那重点就是要花那个时间呐，为了100多块。但如果今天他是吐在车上，那我就会报警。我跟你讲，我铁定报警。对。对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他如果吐在车上，我一定报警。然后问题是，他吐在塑料，他其实也没有吐在塑料袋，他其实就是假吐啦。你们听到呕吐声，其实都一点点口水而已啊，因为他直接往外面丢了，他直接往外面丢了。那个几乎不是呕吐物，那这样我要怎么形容？反正就不是吐啊，就可能吐一些口水之类，有没有？对，男的是说要载他回到内湖，他才要付钱。对，我以为他们两个是坐到这边来哦，好。然后女的下车，男的不下车，关上门，男的叫我载他到目的地，他才要付钱。对，目的地他才要付钱。但是呢，对我当下，因为他已经有点他不付钱的动作，我就觉得很奇怪了，对不对？他不付钱的动作。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可能？你现在后面讲个载你到目的地，他才要付钱，是不是？男的也有喝啊，男女都有啊。然后与其载他过去，也要承担那个，与其载他过去要承担那个风险，他不付钱，因为载他过去就一趟路，哦，而且他还不愿意付之前这个女生坐的车资哦，他会不会到时候又扣掉这个车资？对，到时候耍赖，与其这样子是算了，我才不要冒那个风险呢，因为这个已经100多块了，好不好？不是很多钱，就算了。大概是一餐啊，对，大家吃鸡腿饭这样，烧腊的那个鸭腿饭比较贵一点点，差不多是这样子。对啊，他到时候一定会跟我耍赖啦，我觉得啦。那与其这样子，我干嘛？何必又要冒这风险载他回家？是不是？啊，如果好了，我当下报警啊。
如果我当下报警的话呢，我是不是还要多花1个小时跟他在那边闹，跟他那边挥，跟他那边做笔录，有的没有的。我讲难听一点的啦，哦，你们可能都没有听到，因为收音问题。男的想要找女生去汽车旅馆啊，女生不要啦，女生说不要啦，对，所以男的可能一肚子火啦，想找人家吵架，我才不想跟他吵架嘞。哎，天我，你没有听我说我为什么不报警的理由吗？就是我不想浪费时间在报警的手续上面，对，只为了那个区的100多块。如果他今天好不好？如果他今天是吐在车上，那就不是100多块可以处理的，那铁定就是要报警的。刚刚还在抱女生，还不帮女生付钱，对啊，说他不认识啊，他刚才说，你要找他出钱的，我不认识。哼，恶心男。真正吐在车上就是5、6千起跳了啦，就不是100多块可以处理的。刚开始还说，男的还说，不要帮他，叫我不要拿塑胶袋，他不会吐，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疑惑，我还是拿给他。前面刚好有警车，没有用啦，又不是在刚刚那边。对，我是想说但是大家没有帮我记刚刚的时间哦，因为现在的直播没有时间了。对，我是想把这一段抠下来啦，好不好？抠下来做影片上传。对，这丫最清楚了啦，3、4千块起跳嘛，最基本的。但你如果吐在很多地方的话，就不止了。总而言之，好不好？2个就是跑单，对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就是这样。第2个男的不能算跑单，是他不愿意付钱，对他不愿意付钱。他不愿意付钱，又要叫我载他到第2个目的地。那我如果载他过去，他也一样耍赖不付钱的。吐在车上没有啊，我都已经拿塑料袋给他，而且他塑料袋里面吐的东西好像是水啊，对，那好像是口水类的口水类吧，也不是真的呕吐物啦。假吐，对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我会先，对，但是我忘记时间点了，是不是10点？到底几点了？现在11点嘛，10点。我带回家先会把它下载下来，把那段影片下载下来。对，然后这礼拜，每礼拜4，我会把它做出来影片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还基于好不好个资法的部分，我会先打码，
我会先打码啦。让你们知道那有多夸张。10点半是不是？这男的就是想要，男的问女生就是这样子啊，我听得一清二楚。吐跟打翻饮料的，真的我都遇过了啦。反正男的就一直想要找女的去啊，女的虽然这样，对，虽然这边哀什么老公什么一直喊，有没有？你们刚才听到嘛，对不对？一直喊一直喊，对，但是呢，他就是不愿意去嘛，女的就是不想去嘛，不想跟男的去嘛。那男的可能是这样子没送吧，还下车的时候还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带他去目的地？我说他的目的地我刚才不是重复过了吗？不是在这边吗？南京复兴吗？对不对？你们刚才有听到吧？对，一下子讲松江复兴，一下子讲南京复兴，我最后跟他确认就是南京复兴嘛。他都已经到了，还要怎么样？都已经到了，还有我的事吗？那个谜样冰心，对，你讲的可能是这个原因的。反正我听起来，总而言之，我听起来的意思就是，对，一个想去处理，一个不给处理啦，好，就是这样的。那男的既然不愿意帮女的付，我请问你们，当事者叫车挥手的都是女生哦，我是不是也只能去找女生要钱？没有错吧？所以他们坐在一起，那女的都跑了，男的不愿意帮他付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如果报警说他们认识啊，他们说，男的说我不知道，我被拉上车的啊，对不对？反正就是很扯啦，我真的觉得很扯。下次看到那个小镇，我还希望我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其实我刚才静看，就觉得这女的好像喝醉，我就想走了。就她手伸出来拉我的车门，你觉得我那时候开走会怎么样？她手会不会，我门会不会开的？第一点，我门会不会被她打开来，对不对？第二点，我怕她抓着不放，她是不是被我拖住？拖行，这时候就有我的事了是不是？反正就是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啦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这边的 YT 好了，但我看不到你们留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消失的情，冷淡的温存。
YT，哎，我的 YT 也按不到。等我一下，我先。对，我现在是要把它抠下来，可是我要先连线，等我一下。我边走边连线，先把它抠下来。所以到底是几点几分？是。哎，我的影像怎么不见了？哎，在另外一只哦。在另外一只啊！我的老天啊！10点半左右没有。他没有打我，他敢打我，他敢打我，他就完了。10点半左右哟，我是没有在看时间，所以我不晓得。算了，我等一下回到家再拔记忆卡就好了，拔记忆卡比较快啊。不然我这下载好像需要很多时间，算了。这就是会遇到的，对吧？之前也是遇到有坐霸王车的，那时候还比较多钱。对，那时候我也是就算了。哎，那时候好像是到目前为止被做过几次？3次吧，3次。我印象中是3次。10点42分哟，建国哥，你怎么帮我记得那么清楚？那我回去再用那个抠下来好了。对，这就是隐形中的成本啊！常常有人说你们计程车怎么样怎么样？你看，我们被跑单的也是有啊。对啊，就为了100多块去报警，然后等警察来，对，耽误，然后警察一定会看一看，然后说叫你们全部回警察局做笔录，好不好？这我们之前遇过了。然后做完笔录可能要花费，对，问他问我这样子，要花费1个多小时。我们保守估计啦，1个多小时。对啊，1个多小时，我浪费时间在那边，真的有时候觉得好像很不划算。现在时间扣42分、43分，会超过1个小时，对，所以就是这样。
茫人海，狂风暴雨，一波还来不及，一波早就过去，一生一世如梦初醒。那就是这样啊，所以我就当作是今天运气不好，对，只能这样想，好不好？或者是当作今天对100多块不见了，我走到路上，对，想要去买个饮料喝，结果对钱从口袋里面飞出去了，哎，有时候换个角度想啦，对，如果一直贞洁在这边呢，就不用玩了。对，贞洁在这边心情不好，有的没有的，然后真的就算了。对，顶多就是把它 po 网，好不好 ？po 网上传。是啊是啊，谜样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子。对，就是算了啦，我们。我们就当作他们是可怜人，好不好？施舍给他们。不是真的，1个多小时太浪费时间了。李恩姐，对啊，不是啊，你这样子去计较来计较去，对，然后去有的没有的强求，有时候因为为了100多块，想一想真的很不值得啦。但是我们很多同行都会觉得说，对，纵使85块也要跟他计较到底，对，不然让他觉得我们司机好欺负。我们很多同行是这样讲的，对，现在为了85块去提告，但是我是觉得，对啊，你看在那么久了，你们看我直播那么久，也不过才2次。应该有吧，有2次。上次一次是那个，上次一次是一个阿姨有没有？一上车坐很近有没有？后来说她身上没钱有没有？在林森北路，如果有看到的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对，那次想说真的很近啊，85块就算了。对，他还说要把吃的给我，我要你面包啦，我印象中面包，他说要把面包给我，我说我要你面包干什么啦？那再来不过就是这一次嘛。以我开始直播来算的话，应该是这样。对，就当我自己对倒霉，好不好？BW。对，有时候算一算，其实客人有时候都给小费也超过这些钱的啦，累积起来，就只能当做正负正负，负负正正，正正负负这样，好不好？不要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，这一刻围着烛光，让我们静静的度过。我回首，对啊，谜样。当我唱起这首歌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播到这边的今天的这首歌曲咯。对，明天睡觉起来还是一条好汉，好不好？大家这样想。对，挥别今天不愉快的今天，明天睡觉起来还是条好汉。对，明天。本周上班，大家本周上班最后一天，好不好？我是指正常的上班族，对，然后礼拜5我还是会开啦，礼拜5还是会开。
有时候真的换个角度想啊，不要很多事情纠结在同一件事情上面，这样人生不是过得很痛苦吗？是不是？就笑笑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为了100多块算了。对，但是影片还是得做出来，好不好？感谢线上所有的朋友，感谢你们的陪伴。对，希望大家好不好？对，外面骑车、开车的朋友们，请小心哦，行车安全，没什么比安全更重要的。对，只有礼拜天是公休日，礼拜六还是会出门。没关系 ，BNW 你忙你的，好不好？有空上来聊聊天、打打字都 OK 啦。对，最后还是跟大家说声感谢你们哦。那个呀，人家讲说，对，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干嘛把它移除掉？还是你没看到？哇，感谢各位哦。对，祝福各位，好不好？明天会更好。若有缘就能期待明天，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。不要问，不要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这一刻，围着烛光，让我们静静地度过。莫回首，莫回头。当我唱起这首歌，愿心中留着笑容，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。感谢各位哦，各位晚安，各位拜拜。